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咱赶紧来关心今日重要的几项重点。首先，咱来看到讲，因为轻度风台闷昨暗已经结束形体，今仔日气象局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这7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台南市天狗日的案例继续咧飙，今日加一组2岁幼囡仔，明仔后日东菜市要休市，厝药仔来加强。立法院审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规定退休的将领去到中国，袂用向因的国旗行礼。轻度风台闷昨暗已经结束一个形体，因为闷的外围的气流影响，咱看讲各地头的雨拢都无歇。气象局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这7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闷的强度照讲是会渐渐减轻，不过要注意刷来这几日南海四周围的西南风，同款会加一寡水汽入来，就要等到拜五雨水才会较凉。台南一直落大雨，未少路段拢算积水情形，佮把将小东地下道封起来。市府透早都是用清洁人员甲怪兽清塌掉的石头，确保民众行车安全。轻度风台木恩拜日暗时出现，目前伊中心位置伫海南岛东南边，继续向西北西进行，虽然直接影响台湾，按个木恩外围环流，甲西南风已经替台湾造成明显雨势，尤其是影响面的南部，今雨势还是较大。气象局已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等7个县市发布超大雨特报。周3号这一天，以中南部地区仍然还是会有间歇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现象，而且呢，还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那么其他地区，降雨的时间大部分会比较集中在下午。气象局表示，木恩风台会在这2天将会进入越南北部甲广西附近，未来强度嘛渐渐减弱，不过要注意晒几天。南海附近西南风也是继续替台湾带来水汽。并未因为木恩减弱，天气就明显的稳定。大气的一个环境哈，其实看起来还是要持续到这个未来下个礼拜左右等到下个礼拜末之后呢，太平洋高压势力重新再增强之后，我们的天气形态才会稍微转变，比较稳定、比较炎热的一个天气。气象局预测，全台拜过了后，落雨会较缓和，不过各地还是维持中昼过后短暂微阵雨情形。而且中南部受到西南风影响，较有大雨，局部地区甚至有超大雨发生。预计到7月初9了后，太平洋高压明显向西边过去了后，有雨天气才会暂时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这2日有一寡所在过头的雨拢落甲真猛、真粗。毋若干那伫台湾，咱看讲气候反常，日本、印度、Russia 拢有真侪所在雨落甲做大水。印度遐有27个人因为安尼去算转去 ，Russia 到今嘛看到讲损失18条的性命，搁日本九州大雨落无停，总雨量达到800米。日本气象厅昨临时临要办记者会，讲雨落搁较大，大家都要提高警觉。自らの命は自らが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状況が迫ってきている。24時間で1ヶ月分に近い300ミリから400ミリといった降水量が予想されている状況です。因为黄霜雨方面影响，日本西南部九州为顶礼拜6开始就一直落大雨，总降雨量已经超过800毫米，一天就落差不多7月份1个月雨量。那山坡的土变较松，各地嘛出现雨水滴出来，甲土石流的灾情。日本气象厅昨下晡紧急发布警告，再2天会出现更较强的大雨，尤其是初3早时到初4这段时间，呼吁民众要提早做好避难准备。那灾情上严重的鹿儿岛县传出已经有1人死亡，鹿儿岛市内120间校校，今日甲明仔载嘛紧急停课。镜头转来到印度，连续4天落大雨的南部大城孟买，已经造成上无27个人死亡。2号半暝佫传出有平民过围墙，因为被堪的大雨倒去。虽然讲目前有较冷雨，不过真侪所在淹水，部分航班、铁路等交通也佫停止。7 बजे से हम लोग खड़े हैं, लेकिन इधर पानी भरने की वजह से कोई ट्रेन चालू नहीं है.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बहुत तकलीफ हो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को. 罗西亚这几天买地落大雨，其中伊尔库斯克地区灾情上严重。为空域面会当看到几落清河厝全拢泡伫水内，目前尚无造成18人死亡，17人失踪，1300多人受伤。
罗西亚总统普廷伫6月30据团体峰会结束一天，报告当地探视灾情，下令出动甲一军车、甲直升机进行救援。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空务人员罢工第14日，劳动部长协调双方面协商第2摆，同款嘛是无通收煞。虽然针对讲罢工过卡薪敢会算终效这件代志，两边切了意见渐渐有较麻，总是因为还未签团体协议咧，罢工还搁咧继续。中营劳资双方为着要签订团协，二度登起协商又搁破局。协商会议马拉松进行11点钟，中午2度停止，由劳动部伫咧当中团委协调，最后敢若剩事后算小条款达成部分共识。对主管伫6月24点进行报道，却是伫4点了后参加罢工，中营资方让步，同意将暂列控制改做是暂列航班，由双方推派公正的第三人调查。另外，对参与罢工员工的福利，双方同意对取消福利改做是渐进式恢复。改成旷职部分，其实工会与他们争执了很久。那今天双方有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双方签下会议记录，但是因为各有飞行奖金等5大议题需要协商，团协也未签署。罢工进入第14天，双方持续车拼。工会社公开批假蔡总统发声，等总统回复。到底劳工争取民主的路上，政府是毋是会当给因保障？中营是伫官方网站顶面公告，宣布招募本国籍空服组员200个人。这个不是跟罢工有关系，因为我们最近的一些机队的运能都有增加，所以为了针对我们的机队的一个安排，我们的组员也确实要做一下调整跟训练。固然这个是一个民营公司内部的劳资争议，可它对于旅客跟旅行业者的影响，它的外部性的效果这个伤害是很大。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真欢喜看到前一天的协商会议达成部分共识，表示劳资双方豆豆找到共识，但是嘛估计，就算罢工结束，中营至少要2礼拜调派人力，豆豆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根据中营航空甲证交所透露的消息，罢工到即阵已经取消527个航班，算咧营收损失超过台票23亿6千万。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高雄地嘛，一阵劳工。嘛是真操烦，高雄开业将近40档的大北饭店，昨无张迟宣布停业。高雄劳工局表示讲，大北饭店的员工拢总200几个人。这阵月基咧发虽然有较延前，不过暂时拢有补较够。大北嘛无来通报讲，因要将大批的劳工拢资遣，总是6月基照讲，就要7月初10才会办。劳工局定着会继续斟酌注意。骑着喜帖来到高雄博爱路这间大巴饭店门口，新人的家长是着急甲要跑出来，因为后生预计伫8月底要直接请人客，真侪喜帖拢寄出去，煞听到饭店要来停业。还有联谊会的会长拢已经订了7道的宴席，嘛已经打定金付了，煞是看到新闻才知影饭店要停业。我前天来的时候还有跟他拿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这是8月份要结婚的啊，那他也没有说有问题啊，只有昨天的时候就已经通知说。你看嘛，我们的帖子都印好，你看会不会生气啊？我现在要来确定啊，要赶快通知我们那个所有的人员啊。劳工局表示，大巴的员工大约200多人，虽然讲进前捌互因薪水较慢，但是5月薪资发有成功，离6月薪资是要到这个月10号才会发。目前未当了解讲资方敢会发袂出薪水，不过已经请当人就要掌握。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是，公司希望薪资能够分1个月分2次发放。但是我们的员工希望说，还是按照过去的约定，能够一次发放完毕。那薪资发放的期间、次数是必须经过劳资双方合意的。台北展的3间店，台南展的1间店，都营收不如预期，所以这个部分就造成我们整个资金上面的负担是很重的。劳工局表示，确实有员工烦恼会领袂到钱，嘛收到资方希望会当慢慢来发新的想法。不过这需要劳工同意，若是双方面要协商，会伫7月中了后开始。不过资方若无得到劳工的同意进前，薪水无准时发，嘛有可能面临着2万到100万的罚金。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市天狗这个案例继续咧飙，今日早起卫生局阁公布一站，是住伫咧东区的大同里。
2岁幼囡仔。这个囡仔也毋捌出国，是大人嘛无带去到高雄行搭。为甲台南进前案例相像，就是拢有去到中西区的东菜市。毋只今仔日，台南市政府宣布讲，遮明仔后日要休市厝药啊，加强防治。台南东菜市场内面一透早民众拢伫买食材，敢若是无受到天狗类的影响。不过，根据卫生局的资料显示，台南市第4例天狗类确诊的病例，嘛甲市场有地缘的关系。东菜市场敢若是根据感染的热点，因此卫生局嘛人员进驻协助来救火。不会，但是我会小心。比如说我会穿长袖或长裤，我就比较会穿，不会穿短袖短裤来这样。但是阮的市场，阮的摊商内底吼，也毋捌发生过。无一个摊商有发生过这个病例，大家拢讲的这遮，阮嘛感觉足奇怪。又结果毋是讲阮遮在地的里面呢。摊商是强调，市场内面的卖文动作是拢无减，但是病例是一代传出，嘛愿意配合休市，协助疫情来控制。台南市天狗类疫情伫小来延烧，3号又搁公布一个新的案例，是厝住伫东区大同里的2岁幼童。卫生局嘛证实，伊过去拢有去过东菜市场，对此台南市府嘛锁定东菜市场做专门的防堵。其实会加强对于东菜市场的这个防疫工作的强度跟广度。那对于这个，我们可能最快在今天下午就要进行这个资清喷药的动作哈，因为紧急需要，人可以等，这个蚊子不会等的哈，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应该尽量做。东菜市场下晡营业结束了后，将会进行强力的资清，接落来休市2天，配合市府的喷药甲化学的防治。目前台南市天狗的本土病例数累积已经是有4例，佮加上最近台南持续降雨，飞沫运资讯的防治，也是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参与。记者王振훈台南报道。来看台北市东区街路边的店头，这2年啊是一间一间咧收，专门咧做中人、小介人买卖厝。这业者因着调查讲，虽然加减有新的店家开幕，总是去遐行搭的人不比过去。讲到厝税行情，过去6档的小掠起来，竟然厝落爱到5成。以早一平爱税到3万，今年才15000就开到。现时上请赢的就是西门町这大家，税金这个租金是全台湾上贵，有钱嘛税无。台北市东区无人潮，店家生意是差真多，有名餐厅嘛离开，连国际服装品牌嘛搬走，店面无人做比例真悬，不过最近比例无个增加，维持伫1成左右，已经无共行业进驻，甚至出租降租金专卖。因为租金的修正啊，可能租金在修正在4成多，所以说你大概房价大概打个4成是蛮合理的，600-700上下是一个普遍买方比较能够接受的价格了。根据房地产业者调查，台北市东区这2年租金的行情变化，东区店面租金上悬是伫2014年，每一平出租金差不多25000块到3万块。2015年、2016年租金开始出现下降，不过维持伫2万块以上，一直到2017年才无到2万。即马东区的租金向下修正，已经爬到差不多15000块左右，6年来下降幅度差不多4到5成。以这么高的租金承租到这样的标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店面可以顺利出租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所以其实愿意去做租金的调价，它有一些修正，那甚至于最大的降幅达到4成以上。颠倒是西门町的商圈，租金已经略过台北市东区商圈，但是商圈外围西宁南路的店面，每一平租金是11000块。金华区汉中街人行区域，每一平租金上悬化到3万，而且佮找无店面通租，已经是全台店租上悬的商圈。因为西门町它本身的腹地比较小一点点，所以会造成西门町它很快的业种进去之后很快拉升，所以它当初在这2-3年，我看它租金最少都翻1倍以上。学者分析台北市商圈店面租金变化，其实能反映出商圈预算甲人潮流动。按照东区店租先降价幅度超过4成，按个目前敢是暂时机会。若是讲人潮继续减少，恐惊店租价继续降价，投报率若是比1%加，厝主就会出现选租变卖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学指考今日上尾日，考历史、地理、公民甲社会。早起这考历史，高中老师分析讲，题目的困难度重啊。上界注重就是学生囡仔对课本吸收的程度。这个题目确实有法度考出历史这科上界核心的学习能力。尤其是选择题以外，家己写文章应答这个题目，鉴定的效果算袂歹。
大学指考最后一天，要我5万名报考学生，敢若剩2万多名社会组考生考试。第一节历史80分钟结束进前，已经有人提早出来。不会只是叫你死背而已，你只要会那个解题的那个瞬间，知道文言文在讲什么，也是可以回答出来。不难哦。建中加财经。什么考试来比？都不难，就是简单。高中老师分析试题中间偏简单，亲像用歌曲去推论顺序，看台湾地图、历史发展去找对应的答案。第10题用日本飞亚外销的状况，整合台湾史、中国史甲世界史，嘛是分领域互动的试题。若是会当理解课本知识甲内容，发挥理解甲推论，应该会有袂歹的表现。普遍的很直接对应，所以的确是不需要太复杂思考的题目还蛮多的。他会给你一些叙述，然后他只是要你问你看不看得懂而已，就很像在考文言文的感觉。因为非选择题拢是要看资料，前2题阁爱解读资料嘛，提出家己的想法。试考学生推论应该会有袂歹的鉴别效果。大考中心嘛强调，因应108课纲，过去2年试题咧发展，国文、英文阁有历史，重视阅读素养的大方向已经确定。记者是辛志明台北报道。今仔日的新闻就是未来历史考试的题目嘛，无得空。台北市长郭本铁早起带团去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落飞机头一站，郭本铁就去到中国上大的货柜港阳山深水港来访问现场的情形。咱来连线公司的记者王卡迪。是的，主播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就是中国最大货柜港阳山深水港，同时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自动化码头。台北市长柯文哲即将到这里听取简报，并且参访。而在晚间，他将会跟上海市长应勇会面。而在这一次在出发之前呢，柯文哲先发表了一个行前的一个声明。他认为呢，目前两岸的一个沟通管道都已经中断，他希望做一些事来改变现状，因此希望借由这次双城论坛的一个机会，能够表达台湾方面的意见跟想法，来化解彼此的一个僵局。而这一次，除了在双城论坛明天上午的开幕式，柯文哲的两岸论述会引起外界的关注之外，另外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柯文哲跟国台办主任刘结一的会面。目前传出双方最有可能见面的时间点，就在第3天7月5号的一个下午，可能会在虹桥迎宾馆来让双方正式会面。因为在2年前，柯文哲也是在这里跟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因此双方大家认为会复制2年前的模式来进行会面。以上就是上海最新情形，我们把时间交还台北主播。感谢卡蒂，咱看到讲郭市长是明年总统大选热门的人选，国民党这边面今年嘛要举办上尾场总统初选国政愿景发表会，即阵开始有风声讲高雄市长韩国瑜会伫民调的过程中去互拗调。韩国瑜早起是讲家己会用平常心来面对，若讲伊选书的替动者，这是人咧黑白喊的。另外，立法院长前任立法院长王金平，伊嘛对党中央发声，讲着爱公开说明民调的办法，才袂有互人出骹手操作的空间。高雄市长韩国瑜透早接受广播专访，就批评中央天高的议题，嘛去摆对国民党总统初选表态，强调家己拢是被动参加，毋过若是初选无过，是毋是可能推动参选？韩国表示这是假议题。目前为止根本这是假议题，这个民调还没有公布呢。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自己也很清楚，如果这次民调没有办法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这个党下面的大选，包括立法委员的选举，都会受到影响。对这只烦恼，伊向创调，韩国瑜表示会用平常心来看待民调，佮嘛向党中央讲，但是无公平会冲击大选。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嘛召开初选乱局记者会，烦恼民调向操弄，认为党中央爱公开说明，佮提出应应策略，无恐惊会阁发生换罪事件。国民党的初选有被民进党操弄决定候选人的重大疑虑，奇奇怪怪的初选，已出现可以预期的奇奇怪怪的过程跟结果，自毁长城是大有可能的。
王金平呼吁党中央要有作为，嘛有顾家己下家郭台铭韩国的地步，是不是甲两个人合作也未讲。那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是认为初选进程无应该私下结名。在初选结束以前我不会跟任何人去谈结盟的事情，也不会跟任何的候选人私下见面。前鸿海党主长郭台铭透早就是甲网络红人开直播，继续伫网络累积声量。嘛，比在暗时，国民党召一场的国情环境发表会，这摆主题是经济、财政、能源、环境，嘛是个人开始民调前的最后关键表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立法院嘛咧审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明文规定讲退休的将领去到中国，袂用伊放因的国旗、国徽，佮有唱国歌的时阵嘛袂用去行礼。佮另外，行政院这版的法案本地是要管制这的将领退休15天内袂用去中国。不过，民进党的党团提出再修正的动议，要改作讲限定因规世人拢袂用出席参加中国政治性的活动。过去退场去中国，摆伫台下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佢伫演奏对方国歌时阵，徛起来质疑，影响到国内的观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的包括要规范，捌做过国防外交代表事务、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副首长，还是中将以上的人员，袂当参加伫中国举办的庆典活动，向对方政权的国旗、国徽、和国歌来行礼。去中国许可管制嘛修正，至少3天，这当增加袂当缩减。行政院版本是定15天，毋过民进党团认为要重新规范，违反的人要追回退休俸和处罚款。我想它相关的定义会很清楚的去明列绝对不会说让这个退将如果进行观光或参加相关的这个文化交流就受到限制。我想限制会相当的严谨，去限制在于去参加他们的完全政治性的一样的一个活动。所有的修法，我们应该把法律修得更具体，而不是更抽象。附录管制的法律是往相反的方向，换句话说，变成一个比较人治、比较抽象的一个规范。民进党团认为，以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来看，支持退将去中国要重新受限。不过，国民党团认为，政治活动真歹认定，国家利益的概念嘛真抽象，容易因人失事，应该要详细考量。刘委会是强调，修法已经限制在详细的范围，列管的人数在1000人以内。这些重要的国家指标性的这些人员，应该终身对国家有最基本的忠诚度。我们是针对这个行为给予规范。我想一个行为的规范，不应该有期限。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应该没有保存期限吧？退将赴中国受罚，佮包括申报制度、退日节牵涉到国安业务，含有机密性的人员，结束去中国行程，在回来台湾了后，要需要申报。民进党团强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是完成政府国安5法最后一块版图。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国家的要人，去到中国的时阵，一举一动拢会真斟酌。咱看到中央研究院发布公文，按8月开始，然后台湾的学者伫中国大陆国内大学担当专任的教师者，袂用搁兼任中研院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捌做过中研院研究员的学者，就写文章反对，讲这是中研究院为乌擦白，甲陆委会的规定撒咧乱出解说。不过，有研究人员认为讲写这条是真合理。中研院要用学者的专长，就算教授退休了后，还是请对方做中研院的兼任研究员。不过，若是退休教授已经去中国担任大学的专业老师，是毋是适合甲请中研做军法文？为8月开始，经济本职伫中国的专任老师，兼做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已经退休之后，然后又去大陆担任大陆的大学里面的专任的教师的话，那这样子的身份还能不能聘任为我们中研院的兼任研究人员？好，那因为有这样子的询问，所以我们人事室这边呢，因为考量到说这一块可能涉及两岸条例，那就是属于陆委会那边权责，所以我们有去电话去询问陆委会。好，按个公文一出来，引发质疑，有前研究员投诉媒体，认为中研院误解陆委会法规。不过中研院解释，因捌向陆委会询问，迄当时得到结论是，不管中国教育部也是各级政府所招大学，拢算伫中国政府系统组织。依据陆委会2004年公告，台湾地区民众袂当担任中国地区有政治性机关的成员，所以才公告禁止。有中研院学术厂商认为禁令合理，某研究人员记者表示，伫中国做专任教职，其实嘛真歹有另外时间等来台湾做研究。
学术交流是难免，一定会有学术交流，但是怎么样的限度之下，怎么样的交流算 OK？ 那怎么样算是已经偏离正常学术交流的范围？对你如果说，也许你去那边已经当成一个正职教授，然后领他的薪水，甚至享受他的一些权利的话，那你同样回来，可能就这样就不算正常学术交流了嘛。你专任，你就是要投资你90%的时间在那边嘛，那你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在2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时间呢。陆委会回应，其实两岸条例对台湾人去中国担任老师无错规定，暗介尊重中研院的新措施。中研院表示，目前有相中新会研究员到个位数，拢已经家己自愿离开，会搁再行文陆委会确定规定，因为甲当作是认知有无同。记者综合报道。这2日啊，全台湾的空气的品质多数拢是良好即堪的。不过，昨彰化大城的监测站空气品质的指数煞歹甲真磅，500分。你甲看今仔日各所在测起来，拢才2-3针尔呢。环保署甲彰化环保局昨去到现场了解，初步认定讲是漏水溪顶烘焙用液来所致，嘛有可能是监测的机械设备有过样。环保署伫咧彰化县大城乡大西村设置的空气品质监测站，为2号下晡开始测出当地 AQI 指标达到上悬的500，已经是上严重的加闭式等级。其中的 PM10的每小时浓度更加飙到1000。环保署陆续发简讯来警告，一直到暗时9点 ，AQI 指标嘛是各有紫色的等级。彰化县环保局表示，这是落水溪烘焙沙所造成。河道中间有个沙洲啊，因为风速比较强，所以吹起来那个就刚好到那个，因为我们在大城那边有摆一个，就是环保署有设一个监测车啦，它的检测的。其实署也在检讨这件事情，它的准确度跟一般的测站是不是有点差别，好像太过敏感了。彰化县环保局指出，2号下晡因为热天的西南风变强，加上落水溪的溪水无悬，所以沙丘走出来，才会让空气品质变差。不过这个测站的数值可能有问题，才会让 AQI 指标悬到惊人。目前环保署也在进行检测，不过按呢讲法，也有无积极的应变措施，让环保团体相当不满。就是只收到环保署的简讯通知，要大家不要出去了。哎呀，那仔细想想是说，这个东西还是要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治理这个问题啦。环团表示，2号下晡用看会使感受到空气品质真差，不过相关的单位若无积极的应变。也佮想要甲责任撒互监测的设备有问题，安尼根本就是甲大城乡民当作二等的公民。希望政府会使提出长远的具体计划，来解决落水溪下游的烘焙沙问题。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咱若按金门历史出发，坐船有法度去到大大岛。今年3月才开放观光尔，一天拢总150名。为特别维持大大岛这大家的治安，大利大派出所明仔载嘛要开始正式办公。这间派出所资本是咧放炮弹火药的仓库，这也是咱国内的本土内面上界西边的派出所。对小金门历史出发，船啊载着旅客一路驶到大大岛，这离中国厦门无甲5公里。人讲是前线中的前线，离岛中的离岛。因应大大岛开放观光，全国上西边、上远近中国的派出所——大二大派出所，初二启用。那么我们也知道，大二胆岛曾经是海峡中线最前线的一个阵地。那么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呢，在今年正式的对外来开放，让游客可以透过预约的方式到大二胆上面来体验大二岛神秘的一个风情。今年3月开始，大大岛每天开放150名旅客上岛。为着旅客安全设想，警方成立大二大派出所。这原本是军方的军火库，地点相当的特殊。员警每天配合观光行程，做伙坐船啊上岛来巡逻。目前呢，这个大二胆派出所是由我们烈屿分驻所派员警在小金门随着观光团散岛来维护整个治安。大大岛阵地光景，吸引游客对远路来。这个美丽又阁神秘的岛屿，伊的景致变化，也是台湾历史的缩影。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金门凹厝的沙坡地，才有一个新的风景点，讲叫做困去的战车。顶日啊，有游客爬起到战车顶翕相，搭咧网络，互网友感觉讲
安尼就是破坏战地风景啊！尤其这只战车你甲看，钣金酒甲真严重，那炮管去缀着人，后果是不堪设想。退休的 M18地钢鸟战车倒伫金门后厝山坡地，网友甲军事迷甲号做困去的战车，平常时爱水摕才会看会到，但最近煞有游客爬去战车的炮管顶悬翕相就望。毋那网友批评，民众也认为因的行为是真幼稚。他们这个行为有点过于幼稚无聊。如果因为他们的不当使用造成损坏，我觉得这样以后的人看不到，我觉得这样很可惜。自民国41年，国军接收美国 M18地钢鸟战车，正做增加部队主要战役。这台困去的战车是民国86年拖来后厝山坡地，当作是反登陆作战的教材。后来就留踮遮，变做今仔日的模样。这独特的战地景观来讲，全金门只有这一处。原翕相就望，也互金门的在地人感觉真伤心。官方除了呼吁游客爱保护风景，更因为战车长期泡淡水底，酒驾真严重，可能会受伤，真危险。我们对待这台曾经保卫台海、保卫金门的老装备来讲，我们要用一种蛮尊重它的心态，千万不要再去攀爬吊挂。捌是保护台海金门的老装备，即马煞互游客凊彩爬来爬去，破坏速度是愈来愈紧。未来若想要参观，也可能只有对相片才看有咯。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古坑，这一间华山国校，因为伫咧山内13年前学生囡仔剩23个，迄当阵真有可能会互人迁掉。毋过伫咧用心安排转型计划，学校甲社区密切结合了后，成功转型变做实验小学。咱逢甲大学建筑专业学院近来嘛帮助学校起一间会当啉咖啡的册房，互学生甲附近的民众大家来遮运用。伫炮车当中，古坑华兰国小册房完工启用，华兰国小长期甲地方社区合作真密，真受肯定。逢甲大学建筑专业学院更加开差不多2档的时间，帮学校起咖啡册房，和教学更加多元。我们认为有一座小书可以连结在地的产业，同时把我们的校定课程做出来，那同时把教育文化跟产业做一个社区的连结。华兰国小是逢甲大学建筑系为偏乡打造册房的第8间学校，内底有4个房间，代表各种意义，希望学生会当熟悉在地的咖啡产业。一开始是要配合我们华兰国小的一个咖啡的一个课程来做一个使用。那咖啡课程里面，我们分为4个阶段哈，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选豆和洗豆，然后到我们的一个烘豆，然后咖啡的研磨和一个包装，所以才有这样子四个书的一个单豆的一个量体的一个出现。起咖啡册房嘛方便学生甲社区民众多方面的使用，除了有咖啡课程教室、读册所在、多功能教室等等。册房一楼的空间价值嘛会变做市集。每一座书有每一座书的故事哦。那华南国小是我们的第8座小书屋，那我们的书像高脚屋一样，下半段呢就是要给他们活动的空间，然后要给这个假日市集成为社区的空间。华南国小的咖啡册房虽然空间无大，但是功能真丰富。期待囡仔未来唔但会当遮读册成长，也和社区学校的合作更较密。记者综合报道。英过台湾的农村店看到白莲雾的品种，因为农地转作，佮有街面的开发，也是讲土壤变酸，这种种的原因，现时已经真罕见。咱台南新市有一个栽种白莲雾的专家郑明堂，伊用10年的计划，佮成立白莲雾温室工作室，到今已经救起来88丛的白莲雾树，上届老丛已经250岁。这上好吃。 50年前，台南新市区四界拢会看到白莲雾树，不过这阵拢消失了。少年一辈才罕得看过或者是食过白莲雾。10多年前，新市里的里长郑明堂提出抢救白莲雾10年计划，成立白莲雾温室工作室，复育白莲雾，希望将熟悉滋味找倒转来。新市莲雾打莲雾个，就足涩。 足酸的，伊伫大来的酸涩涩甜甜，新鲜的，椒啊痛的，
啊无就5点的，这上介好食。白白搁掺一寡青色，生做细甲粒仔，又搁被叫做翡翠莲雾，在地人拢叫伊新市仔莲雾。经过10多年的抢救，成功保存88丛白莲雾老树，富有4公顷的生长。阮这差不多种4公顷尔，啊1公顷差不多20丛啊，嘛1公顷1分20丛，1公顷才200丛，一共拄好800丛，但是毋是讲10丛拢会生呢，而且有咱顾无好势，用无好势，生拢差不多800丛，咱有400丛生就袂歹啊。伫咧白莲雾节的活动现场，白莲雾高人地明堂特别运几若百斤的白莲雾、白莲雾干，也有白莲雾茶，互民种食。这个真的是在平常市场都很少见到的。透早天拍雾，乌手徛水牛，顺煞摕家族，后体捡莲雾。台南新市人细汉时的生活记忆，经过白莲雾的复育计划了后，有希望搁再食到囡仔时酸甜涩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馆的西礼地，礼阳文教基金会何美惠董事长，因为看到茶农种茶、育茶、做茶用心，特别伫咧延平旧家的文化馆举办茶会，望要分享春仔茶的好滋味，啊，甲台湾的好茶甲食茶的文化，尽量宣传出去。春仔茶有人讲这才是春天的味，因为看到茶农种茶、做茶的用心。礼阳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何美惠特别伫延平老家文化馆举办茶会，甲大家分享这个无共款的台湾茶。去互这个许瑞麟先生哈，伊做茶的精神，去互感动着。当下我就甲要求讲，爱当吼，咱今年年初的时阵，第一个春仔茶拄做好的时阵，来咱的结发前去茶庄。伫咧英国茶庄内底办茶会是特别趣味。种茶头家讲，虽然伊干那种一款茶，但是通做出真侪变化。希望食茶的人会当感受到伊的用心。一般我做茶都是全心的投入，所以我希望我的茶品让我的客人在喝的时候会感动，喝完之后会怀念。我的茶是有一种品种叫做清新乌龙，就是像人讲啊，香爱秀，水爱游。然后呢，它还有春天的感动。春仔茶好滋味，食茶的人拢真娱乐。透过活动，唔但互人感受到用心做出来茶香，也互台湾的农产品有机会推广出去，互侪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啊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今仔日咱来开讲一下台湾茶，真侪。做茶专家对茶研究的专家，因拢有写册，讲台湾的茶200年前就已经销世界啊！啊，即马台湾人咧听茶，有几句啊口诀，国政啊讲，互你大家鼻芳一下，毋是讲我足敖的啦。讲到茶，当然爱鼻一下芳味。一句就是讲，咱伫咧泡茶的时阵，甲茶叶面入去茶果，烧水咧冲的时阵，就爱悬悬啊冲，因为这茶叶还未开啊。你烧水若悬悬啊，甲冲落，茶叶会散。啊，毋过即泡茶，你讲40秒、50秒浸落去了后，你要停落茶杯，都毋通悬悬啊冲啊哦，你爱加加啊停，因为茶叶已经散，茶味已经开啊，你要停落茶杯的时阵，爱安尼，茶喙尽量接伫咧茶杯边，加加啊停，才袂互即个茶香四散去。所以即句话人讲叫做悬冲加停，止咳生津。当然，后壁即句是讲倒句的啦吼。啊，听茶原来有听茶的学问。今日若讲一个人要对3、5个朋友，来，大家拢来互国政啊，请啉茶。我一摆就爱听3杯、5杯、6杯的时阵，听茶要有听茶的技术。人讲叫做关公顺承，过来才韩信点兵。啥叫关公顺承？每一杯你拢甲听到6、7分甜，袂输敢咱关公夜刀伫咧顺承共款。5杯、6杯做一摆，甲顺好到6、7分甜，甲到了后，搁刷落来，你着爱拿韩信点兵咧，一杯一杯，才豆豆甲煮来到8分甜、9分甜，才芳互人客。啊，是安怎着爱安尼生？煞毋知影讲即股茶到底会当请5个、请6个，有时啊袂分配，咱都毋知咧，所以爱分配互伊平芳。啊，搁来，搁一句俗语话，咱换来讲俗语。一句讲卖花讲花红，讲卖茶讲茶芳，这原来茶的俗语。
啊，毋过这是以早啦。即马即个网络的时代，啥物资料查无？你若毋是正经讲，确实表现有够遐，你要靠卖茶讲茶芳，已经无才调讲煽动咯。啊，另外佫一句俗语，讲人来才扫地，人去才停地，就是讲哦，做代志毋通做迄落毋着时的，咱着爱着时着准。即两句俗语讲来到遮，国政啊，啊无刷落来，你要讲啥？国政啊，佫做味菜，互你摇好无？做一个原啊，甲你提醒讲是甲茶有牵连的味菜，这是咱兜的器区啦。可能家家户户家业拢捌看，你甲想看卖，甲摇看卖哦。讲啊悬，报啊矮，讲啊放药，互报啊短。这要摇啥？若咧看网络直播的朋友，尽量去写字留话，甲咱的小编大家开讲，互开心花。啊，咱赶紧过来关心新闻。共款来看南投德山。德山遮松林溪、甲梨山、甲阿里山这三位海拔拢超过1000公尺，这是台湾的高山地上界出名的山地。咱德山的镇公所有发出松林溪地山地认证证明的标章，为大家要顾品质、要顾安全。这张的认证推动到今年已经满10档啊，从头至尾拢总发出10万张的证书，咱来甲看卖。南投德山镇公所发三那溪地山地证明标章，今年满10年，总共发出10万张。领到第10万张山地证明标章的德山地美产销班第22班，专员出席庆祝三那溪地品牌的第110年，嘛在铁顶地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山林溪是我们在我们的竹山镇镇内的山林溪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努力。希望还有在下一个10年到20年的产地标章的茶。德山镇的三那溪、含梨山、阿里山是海拔超过1000公尺的台湾三大高山地山区。三那溪环境自然无受污染，早暗拢大梦，温度差真济，遮新鲜的地米来泡茶，敢阁袂涩。在茶叶的日光萎凋也好，发酵搅拌也好，那我想这大部分都有我们山林溪茶的那种特色都逐渐的能够恢复，能够呈现。藉由这样的第10万张的一个标章的一个认知，告诉大家，我们10年来山林溪茶在竹山是这么一个努力的一个经营，品质、安全这方面的话，做一个把关，让大家能够喝到这么棒的一个好茶。三那溪茶是德山镇的好茶品牌，欢迎民众买茶的时阵认明三那溪茶山地证明标章。记者综合报道。大自然的奥妙，咱着爱真正真智觉。有动物研究的医师林曾来发觉讲，近来去到野外有真侪只食物，互民众安尼无张持甲慢起着食。结果拢产生中毒的症头。你包含讲伫咧野外定看到的可能啊，也是伊的筋甲苏马真活的米酒上绿，也是讲台湾马酸，阁有人叫乌田仔菜的龙葵，这若青食食过头，轻食会吐，严重食阁可能会致死。伫野外定看到可能树顶拢是金色果子，毋过千万莫乱食。有一个63岁男性，因为听朋友建议，当做可能会当改善便秘，因此食10片可能的叶啊。想袂到过了2点后，开始出现到双手甲目睭皮无力症状，好在在赶紧送病院了后，症状才明显改善。他可能会有这个麻木，或者是四肢无力。那当然最严重，他可能会有造成这个呼吸的抑制。动物科医生表示，可能树其实规丛拢有毒。症状包括胃肠无爽快、肌肉无力、甲肝功能无正常等等。国内已经出现7个中毒案例。另外，亲像军部甲山马差不多的米酒上毒，这几年来嘛，地区民众无细力食到。中毒症状包括想要吐、头晕、人会喘、昏迷等等。台湾马上按外观甲送省差不多，包括民众无细力食到，会出现规身躯会麻、心跳变慢、血压变悬等症状。那乌田仔菜这民众无细力食到，中毒上侪野草。已经活40例，会出现想要吐、人会喘、意识无清楚等等。植物或动物的 APP 辨识系统，它还是有不精准的地方。食药署还是建议这个，因为精准度还是有不足的地方，不要就完全相信这个 APP。小署提醒民众，这几年来流行的手机翕相分辨食物 App， 建议当作观赏使用就好。路边野花野草，千万莫凊彩慢来食。记者综合报道。
咱公司台语台家己制作的节目《青春咱的梦》，伫咧拜三暗时10点，就要甲观众朋友见面。头一集要来介绍用心伫咧台语的戏剧创作甲演出的嘉义剧团，这毋是阮剧团嘛，敢若阁是咱的剧团哦。咱做伙来看卖。伫咧南台湾的嘉义，有一群人为10外当前，用伊的热情，伫即个过去较欠缺艺文活动的所在，组织现代剧团，希望会使互更较侪乡亲透过艺术有无同的感受。我家己就伫咧读北艺大戏剧系啊，我家己就咧学这啊，安尼我安尼不如我家己来试看卖啊啦，这算我未来的专业嘛安尼吼，啊嘉义迄时嘛无一个现代的剧团安尼。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会当接触到艺术。舞剧团伫嘉义的偏乡学校演出，佮制作佮较侪台语戏，改编西方的经典和台湾文学的作品，介绍互观众朋友熟悉。而且因佮伫嘉义市开设新嘉义座教课办活动，透过各种的形式传播台湾在地文化。我个想讲进一步。有一寡观众朋友伊较介意艺文的啊，伊就想讲，我会当来上一寡艺文的课程无？吼，我无一定有法度读戏剧系啊，但是我依然对这有兴趣。16冬来，阮剧团一步一脚印，按家己的理想和目标去进行，甚至讲佮走向别个县市、别个国家，将台湾的文化和精神推展出去。我希望传达一个理念，就是讲，不管你是你交艺术有关系无，你拢会当用一种亲近的距离接触，接触到艺术的表演。莫惊失败，失败就失败啊！要毋过，恁爱想讲，恁这个剧团若是即马停落来，恁就袂阁继续做落去啊。阮剧团用青春创造一个较好的艺文环境，艺术会影响一群人，一群人做伙会当改变一个所在，互台湾这片土地愈来愈好。记者吴定宇、余英宗采访报道。来看海口地，为着要怀念讲真侪只长辈，拢互大水流去、淹去。当年旧历6月初7、初8，伫咱云林口湖拢会举办看水庄。家家户户踮路边排水庄，沿路公路安尼排过，用来讲是真壮观，是台湾各地头咱遮规模上大祭拜的仪式。小朋友真专心摕着纸，将伊固伫咧竹边顶面，用心制作水庄，就是为着要准备一冬一摆口湖看水庄的祭仪。伫云林的口湖地区，每年的旧历6月初7、初8这2天，当地民众家家户户拢会准备水庄办祭仪。就是要让那个缅怀先人，让那些水灾罹难的人爬上来，让他们超度。咱3站是有12尊的翁啊。这个升级升级再搁起来交观音佛祖，伊就当做现在良路来转世，就是当去转世较好的子孙。云林县文化处表示，看水庄祭典的由来是伫咧西元1845年旧历的6月初6，大雨落袂停，隔当天初7，透风落雨的冲击之下，造成云林的口湖和四湖沿海地区几大千人因为天灾死亡。来透过看水庄祭仪，缅怀先人，也要提醒后代的人爱注意天灾。让不只是我们在地的人，还有就是所有的人类去体验到，就是跟这个环境互相共存，然后去珍惜这块土地。云林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口湖看水庄伫2008年由云林县政府登录做县内无形的文化资产。2019年，文化部嘛指定做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和重要民俗活动。今年希望透过和小朋友做伙顾水庄，了解在地看水庄的文化，嘛当有传承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清水常常去学到古早人的物件。咱看讲，旧年尾伫清水的南社里甲社口尾发现2个所在。今年经过专家来这半冬来，有发觉讲真侪这飞鸦片，也是讲马路珠。另外伫南社这搭，佫发现讲有30区人骨交贴，推断起来就是讲拍咧撞这种的方式。工作员伫涂骹详细来学，厝底有袂少灰鸦片，还有大大细细骨骸，随即送往台中的科博馆进行清理甲修复。土很黏不好清了，然后就是比较会死。
工作人员提起头骨，以比对确认位置，还有程度无必要的刷涂，让一头嘛伫清洗，挖出来灰仔片，这拢是最近伫台中清水抢救挖出来的文物。台中清水南社底甲社口尾，去年底就是发现2处遗址。今年初开始，专家进行挖掘工作，这半年来发现前方有灰仔片甲骨骸。出了30多具的人骨哈，那还有4具小孩哈，那还有他们一些生活的遗迹，包括灰坑哈，他们以前的陶器、石器。考古专家研判，这才回溯到1600到400年前，属于铁器时代，是番仔园文化当中屏不住的记录之一，嘛显示当时记录生活形态，因为唔但挖出真侪生活用的器具，还有真侪贝壳动物、石器甲玛瑙珠，推这是500-600人的大记录。他们会有很多贸易哈，就是跟不同的地方包括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像琉璃珠、玛瑙珠，大概都是东南亚过来的一些贸易品。专家表示，那显出当时是真侪人做伙大的形态，嘛体现有丰富文化面，以及当时甲东南亚以及其他古老拢有航运以及贸易行为，伊算就继续挖到8月底，体现更加丰富的考古样貌。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国际。欧洲联盟的领导人经过3天，大家极力伫咧争取。7月初2，总是来就欧盟4大重要的机关的领袖的人选吹出好势，也来提名德国的国防部长 Von der Leyen 接任欧盟一评委员会主席。欧盟这届执委会主席之前完全打破里斯本条约第1号选人的制度。德国听的第1号选人韦伯，法国是正反对。德法后来协调出线的荷兰前外长提莫曼斯，佮去互中欧甲东欧国家来反对。经过3天真激烈的角力，落尾决定提名德国国防部长范德莱恩来接欧盟执委会。今年60岁的范德莱恩伫比利时出世，13岁归家伙搬去德国，有7个囡仔。若是顺利得到欧洲议会支持，伊会是执委会第1个女性主席，嘛是这个组织这么大的行政单位内底60多年以来第1个德国籍的领袖。Cet accord est aussi le fruit d'une entente franco-allemande profonde. 其他达成协议的人选阁包括欧洲央行是法国籍的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来掌管，比利时总理米歇尔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西班牙外长普瑞尔担任欧盟外交还有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若是欧洲议会会议长会伫初3选出来，有可能的人选是德国中央偏右的议员韦伯，还有保加利亚籍的欧洲社会党主席史坦尼谢夫，特别换人的执委会主席图斯克。初2伫布鲁塞尔记者会面顶选出2个女性来接这个重要职务的决定，认为讲对性别政治平衡有帮助。啊，毋过4个人选全部拢是西欧国家，东欧国家全部落选。波兰籍的图斯克嘛公开表示不满。There's still chance that the Parliament will vote for a president from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is is, I hope so, at least. But of course, it's not for us to decide on this. 范德莱恩说来必须要得到欧洲议会绝对多数的支持，若不会话欧洲理事会28个国家的领袖必须要伫1个月以内提名其他的人选。啊，若是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对这个女部长嘛有无共的声音。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兹的普文恭喜东欧的奥班集团，讲因成功阻挡接受法律规范的提莫曼斯，甲这2者的范德莱恩杀去来接执委会主席这个大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狗节日。今年看了上明的日食，就是伫咧曲里甲阿根廷这大家11000公里的范围内，真侪爱看天狗节日、看日食的人客，早就来遮等咯。真侪来自世界各地的星象观测组观光客，伫咧以看天上真出名的智利北部阿卡塔马沙漠，看到壮观的全食日。食日大经过部分地区，经历超过2分钟，天色全部变黑暗。It's my 5th eclipse and spectacular. The view all around, and then the shadow coming, the diamond ring, and then the corona. You know, it's a minimum corona. And I've seen different coronas, but this one was very special. And at the end, the chromosphere, the red chromosphere,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 was so intense. I think you become overwhelmed because even with today's technology, we can't copy that. So I think that's just something mystical.
这个全时日对于南太平洋开始，90%以上拢伫咧海面上，登陆南美洲南部已经是接近尾声。全时日的范围不哩啊长，差不多11000公里，跨度是150公里宽左右。除了智利和阿根廷会当看到全时日，其他所在亲像厄瓜多、巴西、乌拉圭等部分地区，敢若会当看到日偏食。顶一届的全时日是2017年8月伫美国看到。智利当地顶一届出现全时日，已经是伫1592年，下一届要再看到，将会是2165年。记者综合报道。这2日啊，天气无稳定，咱就赶紧来甲各地头的气象报告看好明。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上低28度，上悬30度；东部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上低28度，上悬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